23,221啦，價錢去到3759元。冰飄花嘅平安扣，想要冰飄花平安扣嘅，你揀一隻。想要冰飄花平安扣，你揀隻啲啲嘅23221，價錢去到3759元。很冰很透嘅一個好冰好透，你中意啲咁冰咁透，你揀一個。中意啲咁冰咁透嘅姐姐嚟揀一個。肉感帶裝都好嘅啫，肉感底裝都是很好嘅隻款式。你哋有中意嘅話嚟拍一個款式。有對有10塊姐姐嚟拍啦，好冰好韌嘅一個。很邊很透啊！你中意呢隻款式嘅嚟拍，有中意姐嚟衝下呢個款式，10塊姐姐嚟拍咯。這個款式好邊好透啊！你見唔見啊？姐姐們好冰好透，冰冰透透又韌，係咪啊？你哋想要咁冰咁透咁韌嘅嚟揀隻啊！想要咁冰咁透咁韌嘅嚟揀隻啦，肉感超靚，價錢3759蚊，要嘅姐嚟拍呢個款式。咁呢個就過啦，仲想要咩款式？自己打出嚟公平啊！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，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冰冰透透嘅觀音有冇中意啊？哇！呢隻邊套揀很足，好大件啊！呢件好值得去拍，好值得去拍喎！呢隻真係。有中意自己去拍呢個款式，這個可以去拍嘅，你睇肉感幾靚，個妝好曬。起晒呢個冰韌度有種水，冰感強，種水十足。仲有一個滿綠色嘅一個蠻綠嚟嘅冰情綠啊！有冇中意呢個？嚟睇透晒手冰凍，透晒手型。有冇見大件裝、大氣款、霸氣款、大件霸氣款嘅好冰好水韌？哇，好靚啊！呢個款式見唔見啊，姐姐們？哇，冰印都全部滿，冰印度全部滿。有冇中意啲咁冰咁韌㗎？觀音題材啦，想入翻啲觀音嘅，請觀音嘅姐姐嚟揀呢個，請觀音嘅姐姐嚟拍這個。想請觀音題材嘅姐姐嚟揀呢個，這個觀音好漂亮。有冇想請翻啲觀音題材嘅姐姐們？可以揀呢隻喎，呢隻肉感帶裝都係好好，肉感帶裝都係好好。中意肉感帶裝咁細嘅姐姐嚟拍，成個觀音嘅面啊、肉感啊都靚。面開得好端莊大氣啦，你睇個水印感，見唔見喺度啲側邊啲水塔？哇，好靚！但係有些少嘅天然嘅面係咪面水感咯，正常呢個。呢個價錢係3618蚊，3618蚊。你中意啲高品質嘅，你揀呢個。好漂亮哦！我中意佢呢個肉感好靚，係嘛？好水好汪啊，很水。你唔打燈都見得到佢肉真係幾靚。唔打燈都見到佢肉質幾靚，哇！呢隻水感，成個面開得就夠靚啦，夠大氣端莊嘅一件啦，係咪啊？有冇中意啲咁大氣端莊嘅觀音啊？你哋可以揀呢隻，真係漂亮到要面啊！靚到呢件觀音有啲東西啊，係嘛？有啲料喎佢，你睇下個種水咁靚，種水咁靚。要嘅自己嚟拍，中意自己嚟沖，呢個上編號咯。啲嘅。23222啦，價錢去到3618元。冰情綠嘅一個觀音，大一個觀音啊，大觀音啊，要嘅姐姐嚟拍。哇，冰到透成啊，見唔見啊？冰到透紙喺度啲，完全見得到張紙後邊嘅顏色咯。啱嘅姐係拍呢個款式，啲嘅2322，價錢去到3618蚊。你哋要嘅話嚟拍呢個款式，中意姐嚟拍，有啱嘅姐嚟沖啊！啲嘅2322，價錢3618元。你哋想要嗰種款式嘅姐嚟拍。
咁呢個就過啦，你哋仲想要咩款式嘅打出嚟公屏。歡迎點菜，之前點菜，有咩想要嘅姐姐們都可以點菜啊！帶裝肉感都好靚，啲嘅23222，價錢3618蚊。咁呢個就過啦，仲想要咩款式嘅姐姐們打出嚟公屏喎。